因应着两化经济紧张，今年的汉光电脑兵棋推演已经延长到8天7暝。另外，针对讲中国军费今年是增加超过7%，区国政是表示，咱无准备讲做军备比赛，相关的军售案拢有顺利照进度咧行。中共扰台拢无停，国防部悄悄发布查到强机8台，也有其中一架直升机飞到东部空域，5只强舰出现伫台海，国军严面伫监控应处。针对中共加强无明确的所在冲突，国军今年汉光40号电脑兵演，为较早的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，就是要严正对无明确所在的应处能力。目前规划5月要举行，不过立委是关心兵演延长是不是甲赖清德要就任总统，国军对新政府无信心的。我们对未来的赖总统面临的两岸情势是没有信心的。我跟委员报告。看完有些时间长短跟内容的科目界定一定有原因。这个灰色地带这个处理还有更加具体，假如友军一旦面到什么状况，由我们如何来协助应对。针对美方当年派员观摩汉光演习，柯国正表示，国军真侪项武器装备拢参考美军，台美关系密切，会邀请美方人员到场了解状况。国讲一年期的义务役今年会参加汉光演习。另外，中共军费今年成长7.2%，也引起区域国家的烦恼。国军面临军售延误，敢会造成双方战略愈差愈济咧？柯国正是讲，国军绝对无做军备竞赛。敌大我小，敌强我弱，这不真是事实。光看这个人员武器装备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但我们强化我们自己不敢训练，目前进展的，我讲真话都还算蛮顺利的。若是金夏水系争议，海巡互人限制，执法量能下减，国军敢有因应的做法？柯国正表示，已经修改第1级的规定，只要航空、海航的实体超过规矩，就会犯罪。我们为了要避战、避免战争，但是我们已经避免不了了，我一定要应战。针对国军10天出现5件官兵自伤的事件，柯国正也坦白讲，国军自杀的人员增加，国军针对每一件案件，衡量到身心债务、感情、工作压力，敢有违背规定，也会持续落实心理的辅导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